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带您来拜访一位客语新传师，叫做罗月凤。他本来拥有令人称羡的工作，但是担心他的母语大埔腔可能会失传，因此辞掉工作，全心投入客语的教学。在他的教导之下，他的学生拿下客语口说艺术的全国冠军。能说也能唱，表现很精彩。他们可是拿下客语口说艺术全国冠军的学生。小朋友表现优异，还有电视台来录影。特别的是，他们说的不是常见的4线腔或是海陆腔，而是大埔腔。把大埔腔说得很标准，有这么好的表现，客语新传师罗月凤功不可没。係真無奈啊，所以依個受緊啊，依個當不安啊，真無安勢，不結公義哦，聽嚟就公司就賺咯。教學生說客語，也教他們運用聲音表情。羅月鳳說，最開心的不是得獎，而是大埔腔被發揚。羅月鳳會回鄉當客語新傳師，因為他驚覺越來越少人會說大埔腔了，所以他毅然決然辭去了高薪工作，投入客語教學。因為從小我的母語就是大埔腔，就是說，因為這個大埔腔哦，它就是少數的語言了啦。那如果說我們有能力做的人不去做的話，那就消失得更快了。雖然大埔腔比較少人使用，在全國比賽中很吃虧，但東勢國小的學生一樣脫穎而出，因為羅月鳳自己也不斷進修求進步。那後來我93年我就去念研究所，那我們在學一些聲韻學啊，聲韻學啊、言談分析啊等等的，所以說這個對於說我後來你看，就是說在教學上我覺得很有幫助啊。帶着小朋友南北征戰參加比賽，面對苗栗、新竹客家大鎮的好手環繞，羅月鳳要學生不畏強敵，靠努力克服困難，帶頭展現客家精神。羅月鳳在東勢撒下愛客家的種子，讓孩子學說客語，擁抱客家。說說唱唱，鮮活客家底蘊，南征北討，爭冠4線海陸。當大埔的腔調在耳邊盤旋，新傳師傳遞感動時刻。